我那气势，凶是凶的呀，不讲道理，无巧蛮缠。不过在都尉府中，我怕他这身，莫非他想把我拖回去，不成嘛？嘿，我还要，大人，你不能追，你家中还有事。哎，糟了，这位儿他真的追成男你了，你是怎么判？蓝云，就请太岁自在这里，明天一早我送过去。孙将军，你还是把大人送回府吧。要不然少夫人死黑道士当然都为府，我可担得不起呀。好吧，将太岁送回府邸。是。永乐城的老酒好喝吗？大人，快歇歇去吧。好酒啊！哎呀，大人啊，码头上的船就要起航了，你怎么能把它放走啦？赵根基，他真的醉了。我会亲自到刘府盯着他。你只管神风起航。搞！这里有我一封请别信，你一定要亲手交接良机。国舅，大人放心。你怎么还不走？是。来，去往太岁府。好酒！哎，蓝玉，沈超很快就会跟到这里来。你告诉母亲，就是我酒醉在家，不便见他。那他要是不肯追你，那就让他一程登下去。莫想。哎，老爷夫人，你们回来啦？我走了。哎，莫想。老夫人，吃哑巴。莫想，老爷夫人回来了嘛？夫人回来了。哦，那老爷呢？夫人说老爷办要问去了。要问？夫人还说，如果有人问起老爷，一定要是老爷酒醉，在家歇歇。夫人吩咐，今夜一定有客人登门，就请老夫人宽待一番。有客人登门？
老夫人吃呀吧。去吧。老夫人，沈大人在门口候着呢。又来作甚？哦，有请。是。孙大人，去。老夫人，沈朝拜见老夫人。沈将军，怎么晚些来我家与我贵官呐？哦，我是来看看刘大人，他聚会可还安泰？哦，我儿就在家歇歇。那么将正好来拜望老夫人。那日老夫人一番教训，使沈朝受益匪浅。沈朝才与老夫人一般的娘亲，时常管教，那该有多好啊！沈将军，你的丧亲，可叹沈朝生来命运不济，从小被亲人遗弃。在马棚里长大，从未尝过父母怜爱的滋味呀。沈将军，你也不用太难过。婶婶总有不如意的事。别看我家和家团圆，其实也有伤痛呐。怎么？我一个儿子断了，到现在音信渐无。儿子断了？是啊，很多年了。我时时夜夜想，以泪洗面，哭得眼睛都快看不见了。老夫人丢在哪里？我帮你去寻，帮你去找。山东某边。某边？那一年，孩子他爹不幸在战乱中亡故，我带着2个孩子从某边家中逃出，不料中途乱冲得病，我只得将小儿乱用放在破庙之内，背着乱冲去看病。谁知等我回来拥儿他，再也找不着了。老夫人，你那孩子身上可有新闻？人家祖传一袋玉佩，一块在他身上，一块在我这里。
老夫人，我这里也有一块牛排。你是勇儿，勇儿，娘，我的亲儿子。30年苦期盼，以为无望。今日里一生却混中宝藏。30年盼亲娘，终见亲娘。今日里咋匆匆尽心非常。30年泪朦胧，日日夜夜把儿想。30年，愿亲娘生儿不把儿来养。情团圆，情相天伦不与丧。今日里子娘亲，苦苦把儿挂心肠。今日能与我儿重聚，娘虽是死也瞑目了。娘，哦，对了，是此时来，刘聪太守就是我的兄长了。是啊，是啊。哦，儿啊，你说说，我去把你兄长叫出来。你兄长他也想你想得好苦啊。哦，你兄长他不在家。哎，他不是就在回家了吗？连夜派要安去啦。派安去了？派什么要安？儿啊，你说说，我去把你嫂嫂叫出来。娘今日太高兴了。说，派安去了，派安去了。莫非去码头了？哎呀！弟弟，去码头了。
你这是要到哪里去？沈将军，我知道你会跟来我家的。刘大人，你不是他贼了吗？是你想让我走，可惜刘聪要么不喝，要喝起来却也是黑脸。你走，我咋不走？是我好让你放心地跟到这里来，害我正好去看看你那满船的金银财宝。满满的一船呐，身上那可都是贵气的名字名稿啊！好你个金孙脱壳！对不起，坏了你的调虎离山。哼！好厉害的泰神，好吞心的杜伟，苍天是有好事只得。竟然用团夺之国，得到圣旨，且造死，王刚纪，律法生意。回来啦！啊，母亲还回来了，夫君，那条船全都扣下了。好，你的夫人，孙将军，蓝云本是太岁夫人。你们，哎呀，你们在说些什么呀？聪儿，来，告诉你一件天大的喜事，我们10月4年的情人找到了，真的，的确2块牛排。弟弟在哪里？弟弟在哪里呀？儿啊，兄长，他是啊，孙超就是你13多年的亲弟弟。夫君，30年了，他受了多少罪，吃了多少苦。老天哪，我们终于团聚了，娘。母亲，聪儿，娘今日太高兴了，这一辈子的遗憾与愧疚，今日终于弥补了。勇儿，娘，这是真的。老娘亲，从我西南四境，怎知他留从我心难平静。13的亲兄弟，终于团聚，这本是天堂的喜事，实欢庆。
谁知生草尽是谁走去铜钱财把戏他才看不清，无法生也难宽越，我岂能因此体无来寻情？越将策进来挑明，勇儿，娘，忙算计老娘亲，泪眼模糊，父儿亲可怜他33年，苦苦期盼泪丝线，真心叫他痛伤再失情深，再失情深。虫儿，今日团圆之喜，你为何闷闷不乐，默默无声呢？虫儿，虫儿，这是怎么啦？母亲，只因孩儿方才盼望一个答案，又在痛惜。什么答案？贵基地一些官员为了踏出攻击，将盐田村百姓早已开垦的良地，当作兴修水利新增之地，督报垦荒1万亩，虚报涨定几千名，实地百姓却被关进深山。他们失去富馈来源，要约赋税7万不减，有人告状，却被关押禁忌。别的那些走投无路的百姓，只好去当了强盗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喂，命富庶之地多期待，渔民只想添渔民，他们是心急跟踪内外这里不水人，富水之山要一时遇难生存，山高遇难。战战青天，岂能永生？大人，圣朝，
你扪心自问，你对得起百姓，对得起良心吗？什么？孙操他母亲，孙操身为都尉，退官归晋，才子难逃。兄长，你明知故犯，怕跑路，用情虽多，为保富贵，你拉拢官军，豪强权贵；为保富贵，你设法仗义，掌握钱财。故而今晚设下酒宴，企图趁我不备，安置其好。次儿先派人前去查实，将计就计，假贼离开。孙操以为无事，跟来辅助，我却带上精兵强将，查获行踪，不争取财。前总管为了将功赎罪，将你的财银一一招供，还交出了一封你给梁冀的亲笔信。是这封信言之恶语，难以什么举说。屈算恳求梁冀将他随作你子。父亲，孙操啊，孙操，你这丧失天良的团官，没有尊严的东西。兄长，孙操，我儿，你兄长之言可都是真？我团长枉法欺压百姓，可都是你之所为？母亲，是什么让你成了这个样子？到底是什么让你成了这个样子？我真是瞎了眼了，我可要生你这样一个儿子！多少年思泪涌，泪泪不停。曾有一心希望本殿光明顶今日最人相见太欢喜，恰不了也让我们更尽心扎西万辈同难生，母里里下了眼睛母亲，对不起你啊！
祭，见人前为免自怜去送礼，报这位太官贵姬更威风。从此后，花天酒地见到了门，上去下无乱应。母亲啊，儿不是只管讨了少晨曦，少教养一步一步，一步一步上眼睛。你要好好听你兄长的话，也接紧紧听凭朝廷发落。倘若有个三长两短，你的家人与我们照顾，你放心，娘一定会好好管教你的孩子，让他们像你哥哥那样，成为一个堂堂正正、清清白。家眷行为满屏家族，想必已经到了。母亲，想必到了。好。
快起来！起来，起来！大家快起来吧！乡亲们，你们这是……大人，你这就要离开贵姬了啊！乡亲们都来送你了。乡亲，不劳你们相送，刘聪最受不了离别之情呐！大人呐，大人你千万留步，我们贵姬的百姓都要来送你这位好官呐！不劳神仙，心意领了。这是农忙季节，千万不要打扰乡亲们呐！叔叔，这一关钱还你的。你们哪里欠我钱呐？大人呐，你怎么忘了啊？3年前在山上你慷慨相帮，此景我们怎能忘怀啊？老汉知道大人清正廉洁，不受贵赠，但这一关钱是要还的，请大人收下吧。不，刘聪是不能收的，不能收的呀！大人啊，你就收下吧，收下。好，那刘聪就收下一份，全做纪念。大家快起来吧！人呐，你真是个一心为民、一尘不染的好官呐！我们大家都想来送你呀！是啊，送你呀！大家不要再送了，刘聪走了。夜思前，无言观开用心间。几年何必要用钱，去独自把心